另外也是那个这个要把东巴属于，要把这边说上一面的，忙的怎么了？但是这个这广播，那边在把老大家上到那边一让我就在老马上把这个哈拉现在这边呢，知道我叫什么老大姐这上我阿婆说大姐这也可以，但当初我跟老看着大家把这。这个说把的，这阿勒的经过嘛我说，这个阿勒这个就我分别这个阿勒这个的话，咱们说到人家这个阿勒啥个，我让我们这个地啥个怎么那阿伯的好别咋巴拉那看，我们稍微比不拉说了，阿伯的好别咋巴拉那干巴的别多。这个这啥？我们见的，我们的少，我必须得他妈的这些的，我们说这个我也是心里说的，我跟那个说，妈咪的红的，我跟那个说，有拿的，那么说这个到我们这么上班了，我们就让到了这个上了，这是到那也说好，大概。也将我也有能对这个，别不好呢，到处的叫我做技能这里，我是说我就接触我不能的，也不能我也到处能对。当这个把咱们这的啥些啥也也我自己也就也我啥也啥我啥也那么别我我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就是能帮到新人了，这个当然是正好了。这玩意不发达，不就有玩意不得发达，大家不要活得这样子，跟也不觉得这些发达，就这么着。高级，到现在这那个我讲究身边住我去年的，龙马也是我介绍，到了去年那个这边马这家，半天我说他把这姐姐，那边人家到了前边拿，前边做点我。我那个不记得是玩给自己家月经我那看清醒，我说家前面那个在为这啥天天就多钱，那多几年上边天天在桥上头前都打天天都天天天天，边边那个没用的哟。